Hi dear seers，好耐咧冇同大家做呢個睡衣談心啦，好想大家咧可以當係 podcast 咁聽啦，同大家分析一下咧點樣去改善英文嘅。咁啊最近咧好多學生咧就準備考日考啦嘅考試啦，或者 mock 啦，我哋嘅 mock 啦，咁我哋 mock 下星期就開始啦，好多學生仲 online 報緊名啦。咁好多時候咧，當你考 mock 考差咗咧就好唔開心。點樣由考一個好差嘅 mock 或者考試進化去到 DSE 可以明顯進步咧？我當年咧考 mock，你知唔知我英文科係完全攞唔到5星星，我學校 predict 我攞 level 5，最尾我攞5星星，我係點樣做到呢？今日同大家喺呢一個 episode 咧，同大家分析嘅。中意呢啲睡衣談心，一定要幫我 like 咗呢個 video。我哋今年嘅 Essex Intensive 已經開課啦，咁有啲人咧就問我同埋串我，阿邦你最近話補都有進步啊嘛 ，level 4有進步，連5星星 straight 都有進步，點可能係講大話？我而家終於發覺點解，因為我哋上咗第一堂之後，啲學生平時用 IG 去玩，佢哋竟然 send message 俾我改文啊，咁我即刻覆翻佢哋啦，2點都覆機啦。所以我覺得進步唔單止係技巧咁簡單，而係用努力換翻嚟嘅。咁啲學生仲話上堂又唔悶啦，又好笑啦，啲 skills 又有用啦，又有明顯進步。所以我明點解啲進步多到我真係講都講唔晒。Oh my goodness！Essex Intensive 可以即刻插班，我哋上堂見啦，星期六見。自己當年考英文科咧，都係由 pre level 5，我自己本身係一間傳統嘅 Band 1A 嘅男校名校啦。我自己本身考 mock 都唔係考得好好，但係最尾嘅分數咧，我係遠超2個 grade，最尾攞到5 double star 嘅。咁第一咧，講起閱讀咧，如果你做得差或者 paper 1比較低分咧，係一定有4大問題，你一定要寫低佢嘅。如果你 reading 做極都係好沮喪咧，呢4大問題你糾正到，我100% 肯定你一定可以做得好啲嘅。第一咧就係閱讀速度太慢啦。你有冇諗過，如果我俾 reading 你有全日去睇啊？唔係個幾鐘喎，係全日喎。咁你乜都啱啦，因為你可以無限任睇噶嘛。閱讀速度唔夠快咧，就影響你做唔晒成份卷，亦都令到你越做越冇信心，因為哇睇來睇去都未睇晒。你要做嘅嘢咧，就係你慢慢訓練翻你自己閱讀速度。請你自己每日去計時睇同一篇500至1000字都得嘅，但係請你每日都計時去。當你每日都計時，你令自己逐漸加快個閱讀速度，你計到時咧，當你 track 到嘅話咧，你就見到有進步噶啦。咁你可能英文科從來都冇計過時去做呢樣嘢咧，咁你就從來都冇進步。所以你計咗時之後，你逼自己睇500字嘅文章，可能一開始係10分鐘嘅，慢慢加快個速度。你咁樣嘅話咧，就可以慢慢 pick up 翻你閱讀嘅速度。對於 paper 1係非常之有用嘅。第二咧就係閱讀嘅能力理解太低啊！你有冇試過咧？平時睇10行嘅英文，但係睇頭2行好似睇得明啦，越睇咧就越唔明。雖然你睇得快，但係你唔能夠理解。我覺得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咧，就係請你一開始，因為我覺得你可能有少少抗拒英文㗎啦，你都唔係好中意㗎啦。因為你中意咧，其實咧你睇到英文咧，應該都會增加到你嘅理解能力嘅。你首先咧揀一篇你中意嘅文章，同你有關嘅，打機啦、美容啊、做運動乜都得嘅。你睇完之後，你睇晒英文，用廣東話同自己講一次，頭先篇文章講咩，盡量逐字逐句要好清晰咁解釋嘅。如果你再勁啲 pro tip，你可以錄低叫 AI 去幫你校對嘅。如果你平時冇嘢做，你見到我落堂或者上我堂嘅，你叫我幫你聽又得。你一定要有個習慣，就係每一句句子呢，你要用廣東話講出嚟去校對，睇下你明唔明每一句講咩，就唔係點呢？成篇文章可能有5句嘅，你求其講1-2隻字或者1-2句嘅意思，咁就唔係一個深入嘅理解。因為真正 DSE 考你呢，係可以係深入嘅理解，甚至係呢個字我哋喺 regular course 有講 implied meaning， 即係佢係深層次暗地裏嘅意思啊，即係 implication 啊，OK， 暗示嘅意思。咁所以其實你係要好了解篇文章。請你每日做個練習，就係對住一篇文章，對住一堆嘅文字，你要逐句同自己解釋點解，甚至同 AI 又得，同我講又得，得唔得？咁啦，第3點呢，就係唔明 vocab。呢個就好簡單啦，各位同學，呢一樣嘢真係講咗幾百萬次，進攻係最好嘅防守，防守亦都係最好嘅進攻。如果你睇一篇文章，你唔識嗰隻字，因為一隻字令到你影響咗你嘅理解能力，呢隻字係植入你嘅 vocab book 咯。有冇講咩？即係你已經唔識嘅字，咁你咪學咗佢咯。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容易去糾正，學咗佢唔夠喎，記唔記得啊？再重溫一次 learning by repetition， 再要溫多第2次，用一次出嚟，咁你就識晒㗎啦。你唔會唔記得㗎啦。記唔記得我哋上一個 video 睇翻呢條 video 講遺忘曲線啊？咁仲有一個 check point，第4個 check point 咧，真係 100% 就係 DSE 嘅題型啦。咁因為嗱，如果你閱讀速度快咗，理解能力高咗，識咗多 vocab，你係冇得輸啊！
最會輸係咩啊？就係唔熟題型咯。真正 DSE 其實唔同嘅 by topics 係可有 skills 嘅，因為我教咗5年英文，我已經發覺原來真係唔同 topics 有啲嘢係要注意嘅，幾時抄得幾時唔抄得 long question 嗰啲。咁如果去到中六嘅話，我哋呢一度可以講少少啦，但係中六嘅話其實你要慳翻啲時間接受 S6 intensive 我就會講晒㗎啦。例如 true false not given 咧有一招咧叫 law of contradiction 嘅，如果有矛盾啊，一見到矛盾一定係 false 㗎啦。咁我成日同啲學生咁講嘅，咁呢個就係 skills 啦。long question 一見到嚟 according to 就知道抄啦。咁但係仲有好多 case 過，如果偏個問題冇 according to 抄唔抄咧，呢分析你要做到咯。咁所以我覺得 check 4就係你識唔識 DSE specific 唔同題型 by topic 嘅 skills 咯。如果唔識嘅話咧，我覺得上我哋堂係一定幫到你啦。咁你自己分析又得啦，咁樣嘅。咁但係中六如果冇時間咧，我就覺得係 S6 intensive 最幫到大家啦。OK， 咁呢一度就係 paper 1嘅部分。至於 paper 3咧，都有好多部分咧，大家咧通常覺得 listening 係溫唔到嘅。其實我覺得有樣嘢好無聊，就係 listening 點會溫唔到咧？其實 listening 就係講英文字出嚟。如果嗰個字第一你識聽，第二你識串，你已經完成咗啦，你已經攞5 double star 啦。咁就係因為英文字有咁多，你唔知點樣開始溫，你冇動力溫，冇阿邦督住你溫。咁所以第一樣嘢做 check point listening 最重要咧，就係要識默嗰隻字，同埋要快靚正咁寫到出嚟。咁第一步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你首先要認得嗰隻字啦。咁 that's why 你而家明白點解大家知道我 online course 或者 regular course 咧，通常每個星期都要默書。你而家明點解要默書啦？因為其實係幫你 paper 3係打咗個重要嘅根基咯。咁第一樣嘢你要識埋呢隻字啦，第二你要大概知道啲字點讀啦。你識讀你先識聽翻轉頭噶嘛。咁所以咧，你溫默書嘅同時，人哋要讀俾你聽嘛，所以我先會上堂讀俾大家聽啫嘛。明唔明我講咩啊？咁所以我每一個上堂做嘅嘢其實係幫緊大家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自己溫書嘅，你冇補我哋嘅，或者其他老師都冇補嘅，咁你就可以通常咧做一個 vocab list 俾自己溫啦。咁要讀埋俾自己聽，要識讀嘅。咁第三咧就係通常咧 DSE 中意出而且多人錯嘅字咧，就係 concrete nouns 嚟嘅。我講咗幾百萬次噶啦。咁我哋啲 course 直接俾埋個 course， 俾埋個 concrete noun 俾大家溫噶啦。咁基本上要溫熟咗佢咧，就一定會幫到你嘅。咁呢個第一咧就係關於要識聽啦，同埋識讀嗰隻字嘅。OK， 第二樣嘢咧就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時間嘅分配啦。咁我覺得 paper 3咧 listening 啦固然啦，你話有一個特定嘅音帶要聽嘅，但係 part B 咧我就覺得75分鐘要俾大家做咁多個 task， 個時間分配係絕對可以做啲嘢嘅。你可唔可以睇下你上次考試，因為你大考做得唔好，點解你 paper 3嘅 data file 會做得咁低分？嚟到個重點咯，揾唔到 points， 做唔晒，睇英文根本都理解唔到個 data file。嗱，呢個就係同 paper 1頭先有關嘅，你又係 OK？ 定係你 listening 嗰度炒車？唔係講笑喎，2024年 listening 聽翻嚟嘅。但係入咗 data file 有幾多分啊？6分啊嘛，有冇上我哋 regular course 啱啱先講完6分嘅部分，即係如果你做 data file， 你聽中文能力，你聽得差已經冇咗6分噶咯，係啊，好誇張，嚇死人嘅。咁所以其實你可唔可以分析下係乜嘢嘅問題呢？如果第一點係你做唔晒嘅 data file， 咪有8-90嘅，如果你做 B2， 如果係做唔晒嘅，咁你就要訓練你兩樣嘢啦。第一，閱讀速度，因為你要睇 data file。第二係寫嘅速度，寫英文速度都好重要㗎。我好想大家咧平時咧多啲，每一日都要作一段，作一段嘅同時間咧一定要第一樣嘢慣用多嘅 vocab 啦，因為你知道英文唔可以走埋 I love you 㗎嘛，你可以用少少 complex 少少嘅 structure 啦，但係咧要慣寫得快得嚟咧。Grammar 係要減少錯㗎，咁好簡單嘅啫。每日做啲咩 exercise 咧？每日就係寫一段 DSE 嘅 past paper 2嘅一段，但係每日寫嘅同時間咧，注意多一樣嘢，唔好理計時，理 grammar 得唔得？唔好理有幾多分鐘，唔使好似 DSE 當日考試咧作文咁樣2個鐘咧取到黐線。但係反而咧，你要注重自己點樣可以寫一段，但係寫得嚟咧可以就咁唔 proofreading 咧都可以減少 grammar 錯嘅。咁呢一步咧其實可以大大幫到大家。喺 paper 3咧，如果你寫得快啦、睇得快啦、
咁你已經完成咗，你已經有明顯嘅進步啦。我可以保證得唔得？咁所以第二步咧就 take 得翻嘅時間分配啦，同埋你平時發生啲咩問題嘅。第三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 listening 咧，通常咧唔同嘅題型咧又係有啲特色嘅喎。我真係發覺好多香港學生唔知道咧，原來 DSE 出親 table 咧一個表咧 table 咧 listening 咧。你聽噶嘛 ，OK？ 原來佢有時係可以唔使順晒次序出嘅喎，你知唔知㗎？係啊，呢啲表咧係唔使一定順次序出㗎。咁如果你唔知咧，我唔係真係講大話俾大家，你就要知道大概唔同題型要點做。Long question 一條咁長嘅橫線有啲咩要注意咧？其實第一步係要注意，知唔知係乜嘢？除咗 keyword 之外，係個 tense。因為如果你嘅答案係一個 clause SVO 個 verb 咧，要睇翻上邊嘅問題個 tense match 翻嘅。咁所以呢啲位置就係最後執分位啦。攞唔攞到5星星就係睇呢幾步咯，得唔得？咁所以其實其他嗰啲咧，大家頭先有嘅嘢咧要執齊，每一樣嘢咧睇下自己有啲咩問題，咁先可以改進噶嘛。最尾咧就係關於 paper 2，雖然我哋今日唔係好多分析啦，但我想講埋咧，就係如果你考我哋嘅 mock 啦，或者你哋考自己 mock 啦，或者學校嘅 mock 咧，應該有翻啲評語俾大家嘅。呢一個評語咧，大家要 keep 翻，而且咧要點咧，將你寫出嚟喺 mock 度寫出嚟嗰篇作文咧，亦都影翻相。呢兩樣嘢咧可以抌上 AI。俾佢消化咗之後，叫佢幫你做一個溫書嘅計劃。我喺上一條片啱啱先講完呢一個方法，其實係可以好方便自己、好個人化咧去做到一個溫書計劃嘅。千祈唔好覺得 mock 或者考試考得差就係世界末日，呢個反而係你即刻進步嘅原動力。你可唔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每日都覺得自己好叻好叻，去到考試 DSE 先至失手？咁就好慘，但係如果你而家失咗手，你即刻企翻起身，繼續做啲嘢，你係一定會有進步空間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即刻放棄，任何做得唔好嘅都係機會。希望大家之後嘅考試 DSE 咧都會繼續努力嘅。中意呢條片咧，記住 like 咗呢個 video，subscribe channel，撳晒鐘仔，下次有片一定唔會錯過。希望大家中意呢啲 podcast 型咧，同埋一路談心着住睡衣嘅傾偈片啦。好啦，下次同大家講啦，加油！